真侪学生囡仔拢会介意食凉的，或者是一寡甜不不兼毒度的细小啊。这个无健康的食品，唔但对健康有危害，嘛会变大颗，甚至成做全国的问题。即马墨西哥有一个新的规定，伫咧学校内底是禁止卖食的无健康的食品，包括有糖的饮料、蘸马铃薯片或者是蘸猪皮等等，一律拢袂使卖。 墨西哥每3个学堂中都有一个人体重超重，全国儿童有40%的热量摄取来自笨素食品，摄取量是拉丁美洲第1位。为了转变这个全国性的健康问题，小英保姆政府推出校园禁卖笨素食品的新规定。外包装有高盐、高糖、高热量、高脂肪、乌色标示的食品，一律禁止出现伫校园的贩卖部。每只会面临545块美金到5450块美金不等的罚款，大约新台币18000到18万。 Más la nueva escuela mexicana en sus ejes articuladores, uno de ellos es vida saludable y ahí se les da la información a los adolescentes, a los jóvenes, a los niños, a las niñas de por qué es importante tener una alimentación saludable y la activación física. 这项新政令的执行并所存在一寡困难。首先，全国255000间公立学校只有4%有饮水机，真侪位伫偏远还是山车地区学校，因为欠合格广线甲稳定的电力，学童的饮用水源都是一个问题。过来就是迄寡伫校门外卖糖啊、番麦片甲冰淇淋的街路四小啊贩仔，无伫管制范围内。学童上下课途中，敢会当挡会着遮的脆食面，佫是另外一回事。 Pues que ojalá y todos los papás sigamos la dinámica para, como te digo, para ya no ser el país número 1 en obesidad infantil. Y pues tenemos obesidad infantil y vienen enfermedades diabetes, todo mucho infantil. 大考伫即马已经是全球性的流行病。墨西哥当局想要重塑后一代消费者的饮食文化，引起世界其他国家政府的关注。记者咧，美国川普政府的卫生部长小罗伯·甘乃迪拍出予美国搁一摆健康的计划，就是要将过度加工食品列为政治对象。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。